三是神，神會導致哦，今日嚟到神廟呢度呢，咁我帶開一啲風水物品，約咗師傅過嚟做開光嘅。基本上呢，奇門遁甲嘅風水佈局就會比較講究，因為眾所周知啦，奇門遁甲嘅核心在於兵法、佈局、預測判斷同運籌，再配合天地人神，即是係九星、九宮八卦、八門、八神喺最啱嘅時候同方位做最適合嘅事情，而大大提升對嗰一件事嘅成功率。所以奇門遁甲佈局所需要用到嘅風水物品就唔係隨便買幾樣嘢擺上去就算啦，而隨便擺上嘅物品一般上我哋都叫做係普通嘅裝飾品嘅。所以奇門遁甲就會比較注重嗰啲風水物品嘅材質、五行屬性同力量。擺放之前都會經過特別嘅處理，而且要喺最啱嘅時間擺上最靚嘅方位做最啱嘅事。咁今日呢，我揾師傅開光其中一個風水物品呢，就係呢個五行屬火嘅朱砂聚寶盤啦。咁樣喺我哋奇門遁甲催正財嘅秘法裏邊呢，一般上都會用到聚寶盤嘅。如果呢個朱砂聚寶盤喺未擺上去之前呢，就需要揀其中一日嘅午時，太陽最猛嘅時候攞出去曬嚟淨化佢嘅雜質同埋增強佢嘅力量。曬完開之後呢，先去攞去俾師傅去開光嚟加持佢嘅力量。之後再揾一個最好嘅時間，根據個人嘅命盤揾出生門嘅位置，亦都係個人嘅財位。之後再將呢個聚寶盤擺上去就得啦。擺咗個聚寶盤之後，再攞啲生味倒滿成個聚寶盤，上高插上5個五帝錢，分別係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同嘉慶。最後再用一張紅紙或者係紅簿寫上個人嘅時辰八字，再將呢個紅紙或者紅簿放喺聚寶盤嘅下邊就可以噶啦。如果你有風水問題，或者你想買屋、買鋪頭，甚至乎賣廠，都歡迎你聯絡我 Jackie。記得關注再走哦。